顾家里也好，他要有面对一些问题，他其实都会自己扛，很辛苦。所以谢谢他对我们家里的照顾跟付出，很感谢他。哎呀，哇！天空很长，山条很长。融合这种中西合并这样，然后用这种电子音乐，用糖油的其实轻柔感，很舒服哎，你们也长得很舒服。对，哎，糖油都乖乖的。不是。来，掉脑呢，掉脑呢！山路了唔那冲啊，心路开哟，无冲过的心唔爽，脑热大擂腿，脑热冲下来。大家好，我係羅斯峰阿鵬姑啊。哎，我係子娜，大家好。係啊，哈。哎呦，上禮拜係父親節嘛，阿爸節，阿爸節啊，所以阿也有唱到 CV 特別裏邊，冇錯。啊，嚟到呢節目分享嘅爸爸嘅故事，誒，也係講自家做阿爸嘅心情。哎呦，下禮拜咩腔樣？係你特別計劃？唔過兩胎之間，兩胎之間啊，就唱阿呀下樣嘅，我做爸爸。係爸。哦。嘿，乖。可以咩嘛？啊，過年沒有紅包哈。今日唱到一個詩主題喺裏邊，有主題啦。有主題呀，本身嘅爸爸，啊，在定嘅自己聲音呢。係推。阿雷啊，一腔有好像是走錯棚的嘞。哎呦，好，來，我們歡迎我們四組特別來賓。哎，歡迎爸爸老人公阿聰。而家講要行錯棚嘅嘛？係啊，也係講嘅阿 Kim 係四個來嘅嘛。你今天廿妹誒？哎呦，哇！恭喜哦！哇，跟你的第五胎很大了。那你女兒長得還蠻成熟的。對啊。突然外面認親的，對，好，這樣。等下後訪問一下，係。但是我現堂給好好的唱歌誒。係啊。係嘛？給他唱歌真好聽。當然。哎呦，帶陣去給他來，去給他摸的唱歌。哎呦，那個。看爸爸親不會唱，他一頭有俺不會唱。對啊，那個復合球啊，那個是人生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啊，對不對？可以一起站在舞台上，然後一起唱歌。對，父女之間。對，好，來分享第一組。第一組係羅國禮、韓友、羅家園帶來嘅好聽嘅歌曲。好，來，彈過來。七家嘅夢裏，一半歡喜，一半愁，係那一刻的心情。歡喜你開了，你走得七家壁壘。希望你會記得走過嘅路，你可能已經不一樣，見行見遠，見愛見捨，你可能已經不一樣，見比見高，見比見遠。
行見遠，見來見捨。我看得已嘅背影，見比見高，見比見遠。希望你會記得。 記得一條全部嘅路。 罗哥好，今天好，今天好，非常好，家园好。哇，两位哈又再度來到我哋節目當中。係啊 ，Q 年嚟過一版。Q 年爸爸啫嘛？以前唔係。唔係啊，這邊計法，家園應該嚟過300嚟吧？喺講從4開始吧。從4都太不止咧，吼。從4都太不止咧。我一定係替白英雄嘅跳舞啊，後來就會衝狗啊。上班嚟表演喺跳舞，我們對，跳舞。細啊，較冇印象啦，因為太較強嘛，較強就較有印象。哎，這個有獎呢，他很有出道做藝人的那個本錢。是，好族出好筍呐，是的，不是傣族，青出於藍呐。對，青出於藍勝於藍呐，哈，真的，因為阿常都按講。嘿，有根本伊來衝倆培養倆條歌誒，TP 有咁講呢，係冇？你當初寫一條歌就會可能給培養嘛？係，記到給歌培養，給歌培養。嗰陣時送兩支嘛，伊學校讀書嘛，都問係咪我成日我都會下查咗建行攞學校嘛，我就可能兩支嘛培養建行嘅。那個忽然之間嗰種靈感就來，係喲，還有一陣係幾多擺咗可能嘅來培養你跟離開。對，我第一擺當初條歌嘅時間係來寫爸爸媽媽。結果唔係，我咪不敢老到，結果係寫生日嘅培養健行經驗。對啊，以前嗰種感情。原來看到生日，其實我係沒有嗰種感覺咧。
对呀，特别是那做阿爸两种感情吼。那有双生演艺双科啊，这款的给人行人英语比较高的。英文不一样，英文你下当中吧？没有，罗哥应该是总算做的做几个事情的。对。哦，我松了一口气。不过假运动厉害，运动厉害呢。其实阿妹佳佳算半出道了嘛，还是已经出道了？佳佳有一表演啊，参加比赛都会读到题哦。还算素人呐。素人阶段呢，但是因为他自己很有兴趣嘛，既然有兴趣，我就尽我所能的支援他。哎呀，所以你在音乐才华方面有 support 他吗？他自己一开始还其实个去密去好些，一开始其实我。叹了一口气，家园爸爸叹这口气是什么意思？真嘅呢，后来听发现。印象当中有一摆就给推演，给唱一条英文歌曲，那首歌叫什么？英文歌，好像是叫《Someone You Love》。对，Someone You Love。他唱给我听说，哎呦，不过在亚之前呢，我就唐启聪我还是这样的。后来听到他唱这首歌，我就哎呦，耳朵竖一下。你冲到给英文歌比较好发声，黑啦，英文他们比较好唱，真的。英国人讲啊，他。其实一次比赛去给他摸索哦，他听各类型的音乐，他都是难度越高他越喜欢，他确实这样磨练自己，所以你爸爸在那个时候挑战自己，他觉得你唱这首歌好像可以哦，那你就让他认可了以后，你既然更有信心了吗？对啊，你。有啊，就很开心啊！终于被爸爸认可。你找见我，你找见我，终于让爸爸认可了。所以今天就父亲节特别来一起合唱这样子。对。那所以他现在在乐器方面有没有比较专精？吉他比较 OK， 可以自弹自唱啊。自弹自唱。按球呢，我发现到佢多了一个兴趣，编曲。编曲吗？上礼拜给拿一团音乐帮我弹。最近吗？最近开始。真的哦。他拿那个笔电走进我的工作室，我在录音，我在录音。让爸爸给你听一段音乐。我就弹嘛，弹。还 OK 啦，不是怎么很棒，但是还 OK。哎呦，这么个，哎呦，在哪里来？入门还不错。哦，是电脑入谱随便抓的。对。那也要会抓，你会吗？我们连开机开关都不知道在哪，我前几年才知道的。对啊，我前几年才知道电脑怎么开机。哎，这还真，我是电脑木乃伊，不要这样。其实不要小看 loop 啊，那你善用它的话，日后会对你这个。给我清理会呢，会累积哦。他也请找到一些 loop 来，对自己去，然后给你去给做啊，然后就去给曲下。对呀，编一了编出来嘛。包括前奏、间奏，然后中间全部都有。这都可以自由组合，都可以自由组合。完整了吗？还没有完整，还没完整，对，只有一点点而已。什么时候要发表？他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慢慢的琢磨。哎呀，现在几岁了？医生忙，还忙啦，还忙。哎呦，真当这个哇，青春年华时期，压出了轻度后啊。对呀，加油，好不好？自己在音乐方面多学习，可以也跟爸爸多学习。对呀，尤其现在这个年代，加上新的东西，这个年代真的很适合走那种创意路线、创作型歌手啊。对啊，有还在学，对，慢慢来。还有延续上礼拜爸爸节，今天跟爸爸一起合唱。爸爸节有特别帮爸爸庆祝吗？有没有特别准备什么礼物啊？还是心里的话要跟爸爸说？有吗？好，我跟他说一些话好了。还要拿来，对。你要看着爸爸说吗？说不出来，这有点困难，看着爸爸有点困难。好，要帮你遮住视线回避。没关系，我当你的隔墙，好吧？我当你的隔墙。有必要隔很久这样吗？不要看就好了，就是会排谁？就是很谢谢爸爸愿意一直带我参加比赛啊，或者是一直支持我什么的。然后因为如果我去参加比赛什么的，他都会在旁边，然后给我一些指导或者是建议，不然就是在外面帮我找老师什么的。然后给我很多资源啦，我觉得。然后虽然他之前觉得我唱歌不好听，然后我就是
在家狂唱，其实我是故意要唱给他听的。真的？对。听到爸爸说好，你唱歌很好听，不要再唱了。没有，我就会故意会唱，然后就会看他反应，结果他就会根本没在听。他就根本没在听。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爸爸，比如说一直在指导你或念你或者什么，你会不会觉得他很烦或者什么？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啦，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这样做会比较好，但是你也有你的想法，对我会觉得可能另外一个比较好，然后也许都可以试试看。对，我们都会多方尝试，抗拒这些可能性，互相平衡啊。可能比如说。我们长辈听的音乐的东西，跟年轻人听的有时候是某空央的那某空央的，把它结合起来，搞不好他又创作另外一种交融出来，新旧交融的东西，也是有可能有火花出来。是，然后就是很谢谢爸爸，就是我会继续努力练习的，不会辜负他对我的期待。哇，就这样。好，18岁而已，现在正还好后面有讲这一句，要不然我前面以为都是在抱怨爸爸。又不听我这样。对啊，往后的前程还很长。对，好不好？好好加油，好，然后再跟爸爸一起这个学习，然后你再继续的创作自己。对，好不好？好，让自己后景可期，好不好？继续加油，走出自己的一片天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谢谢两位，还有桂林大家好，谢谢，好来回座休息。昆登基给培养经验。好，好了，沙落黑李文范还有李胜泽，到了后堂的歌曲哦。好嘞，弹过来哦。深长流通陈泽好，唱得好棒哦，很漂亮，哎呦，爸爸真的教得很好哎。是你发自内心，还是爸爸教你要这样讲？我冇教佢啊，冇教佢啊，吐真言呐，吐真言呐，吐真言呐。
子晴好，念上来嘛，迪嘛，迪，哎，那你来，好，大牛哥。啊，我是谁？讲一次。金娜姐好。哎呦，你好，金娜姐姐抱一下，来，你好。哇，哎呦，他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。对啊，对，他就是。对啊。他跟我是，你看。对 ，buddy。啊，你看。爸爸教的好。对，是不是？要揩油嘛？还是这种油太油，你不喜欢揩？陈哲好，哎，唱的好棒哦，本人很漂亮。哎呦。爸爸真的教的很好哎，跟我爸懂是猜呢。哎，是你发自内心，还是爸爸教你要这样讲？没有，我冇教義，我冇教義哦。啊？是谁？是你吧？涂真言呐。啊，涂真言呐。哎，你是第一次来唱歌吗，陈哲？第一次唱歌。第一次唱歌哦。金錢要來歌嘛，哈。哎，幾位講客家嗎？客家話？誒，冇埋會講。唐也是。唐要唔好講。哦，唐也是啦。哦。之前來迄大姑嘅嘛，我提一擺落係重聊香歌，香港係要加分題。哦，加分題。讓我哋加分。哦，佢同加分哦。哦，幾擺。哦，但是給用幾擺佢就大鼓一點點。加分題。大鼓田。大。人喺強下大鼓，兩沙強下打。哦。強下打。哦，所以給用時就見過面咧。對。聽聞羅哥佢講上面咯。有啦，我有印象。大鼓一個十幾年。來創國冇啦，來創國。也係第一擺。哦。這是我的第一次。哎呀，你的處女秀是不是電視上面啊？哎，他這個很可愛，這種人是很善良。對啊，開朗，他也很活潑呢。對。黑毛表示家庭給他夠多的愛。對。爸爸是不是？爸爸媽媽都很疼你，對不對？多疼，你講一下。疼到什麼程度？你看剛剛唱歌唱一唱就來，爸爸牽你一起走，對不對？很棒哎。都那個每天有給你吃飯，每天又鼓勵你親親抱抱。上學有沒有載你去？啊，那個他都沒那個假日都會接我上下班。哦，接你上下班。哦，以前讀書的時候會接你上下課嗎？都會哦。啊，現在也會接你上下班。假日的時候，爸爸有空的時候，對不對？這個你上次好像分享過。對，上擺阿妹節。阿妹節的時間，對，他說他特別的感謝他老婆。媽媽見碰見美了。又來哈，你老婆。媽媽。你老婆是漂亮的呢。年輕哎。對啊，女兒在旁邊。姐姐。那是你女兒。哎，姐姐，你跟媽媽像姐妹哎。很多人這樣說，大號跟小號而已。是。哎，媽媽很年輕哎。是。哎，也很偉大。對啊，哎，媽媽好辛苦了，她辛苦了，真緊。有愛的家庭。可能觀眾朋友很低啊，就是可以講嘛哈。哎，做得。你身為一地天師黨，有份用功。神扎發展遲緩，按到遲緩了。31歲，但是佢看我記得就他電影下啊，龍哥最開朗的感覺。對，所以我也夾個。心智方面，差不多像聲音一樣啊，就像小學生容。小學生，你看，我發自內心，發自內心的說我漂亮。小朋友不會說謊，大家知道嗎？對啊。日本人吼，當然從了種係有問題嘅聲音會控制我卡。佢愛到處當下吐佢出來。對啊。盡量比見世面。對啊。是。金鋪客家，所以你這樣你會你聽到今天說我要來鬧熱打擂台唱歌，你會緊張嗎？有點小緊張，我給當歡喜講話啦。但是你表現得很棒哎。對啊，山歌有多難唱？我們大牛哥哥都不會。真的，你比我厲害很多。山歌我真的不會唱。對啊，我們都不會。佢唱時就彈喺學山歌，所以有一點嘅記憶，所以佢學佢來唱下。所以你就是因為從小耳濡目染，爸爸這樣子一直唱，這樣一直刻在你心裡面，這樣。然後你就會了。你就會了。有在學習的。有在學習。哎呦，那除了山歌之外，你還會什麼？
我比较喜欢唱台语或国语。台语或国语哦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一般后生音强融咧，三个合模音，后生音也唔错。但是很唱到暗后算厉害的。对啊，算厉害嘞。节奏感一好。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哎呀，所以你国语、台语你还会唱什么？我也马改。你要秀一段吗？你要唱一段吗？你喜欢的歌。唱一下。无烟花无烟花哦，哎呦，哦，可以唱一小段吗？是那个江蕙那一首，还是那个尤少奇那一首？无烟花当然是江蕙那一首台语歌。啊，台语歌。可以唱一小段吗？好，给我们听听看。一暝花开的香味。因阮满腹的虚味，你敢有听见花声那落土破碎，是啥人的心肝？你敢有听见花声那落土破碎，是啥人的心肝？棒哎！真的是他比较喜欢的歌哎。他比较喜欢唱慢歌，抒情歌呀。抒情歌。哦，继续加油哎，很棒。之前学那个我们智障协会的时候，去年什么有办唱歌比赛？什么协会？智障协会。智障协会。为什么叫智障协会？智能障碍发展吗？就动作该从类似几年中诶，全部就该一只协会地步。他为什么不，比如说不用什么迟缓，或是比较身障协会没走太好，身障或是什么？为什么叫智障协会？哦，对，他可能是简称吧。哎，那说真的，如果你出去外面碰到人家说你很智障，你会不会很难过？不会啊，不会，都习惯了。成日呢，全教导动乐观，讲乐观，哦，先接受自己，对不对？要爱自己，拥抱自己，要先接受自己。对不起，我打扰你，打断你的讲话。你刚刚说你去他拿冠军，那个去年比赛在协会，去年比赛唱无烟花第一名哦，前年末班车。要第一名，末班车哦，那么高难度的别说话，你是又要唱末班车然后我们那个老师说，今年就要把机会让给别人，不准你参赛了，是不是？还是叫你去当评审好了。通常参赛一直冠军连庄都是当评审啊。那冠军有没有钱？有钱啊，1000块，1000块啊，那也不错啊，很棒啊，对啊，是一个鼓励啊，你很棒哎，很棒，果然有爸爸的基因，对不对？所以爱穿尽量本去去膜拜，让因互动，甲进步就会下降。古时候给你他有爹做头路嘛，你是不是在？这个星巴克工作，直接穿的制服来看到嘞。这是制服啊。Starbucks 啊，修这2片啊，要不然就是他太热爱这里了。因为爸爸说要穿下趴一点。啊，下趴一点，家境清寒，只能穿制服来上节目。好久没有听到瞎趴这种说法，有点老派。没有，现在年轻人呢，做下趴哎。哦，真的瞎趴了哦。看垮裤还是大阪买的。大阪哦，你要去日本玩哦？你要去日本玩啦？哦，都好久没去了嘞。那么爽。对啊。哦，那你真的很瞎趴哎。出关没全部土鸡去。真的呀。只穷啊带水。前一场嘛，让谢启国老师去泰国。没讲带去。重山过，俺没土鸡去。很有机会有本去上台唱歌啊。对。真的哦，好好表现呀，本去舞台啊。所以说真的，其实台湾目前这种迟缓儿的这种家庭算多吗？多吗？多，因为动到疾病啊，没迟缓停啦，还有自闭症的啦，自闭啊，或者什么小胖威力症啊，还有很多我强勇的状况，家庭做了到成因的阿爸阿妹真是东西，真的，哇，一直讲，真的，两个感同身受，真紧。就是说，因为所以我感觉我还你当幸运的讲，嘿，
今的大概冬阴虫的声音呢，其实你搞都清后，其实清楚的背后他给几个，你很能表达你自己。我觉得我自己不是笨啊，只是学习能力不好而已。啊？你不是笨啊？学习比较慢，学习能力也很厉害啊，比较慢一点点。对啊。所以你在工作的时候有被霸凌过或是什么吗？有啊，有一次，因为第一次刚进职场的时候，我事情都做不好，然后那个我英文名字叫 Ryan 嘛，然后我们老板店长就很凶的就说 Ryan 下班，就叫他下班，就叫你滚就对了，是吧？叫你个职场工人的爱心就等于就比较包容接受那种声音。所以那个主管还在吗？就调去别的地方了。调去就他先下班了，是不是？比你还早下班。他才下班。对。其实职场友善职场环境啊，是啦，应该都尽量鼓励去讲啊，该社会本来就安样样啦。有好老板也有坏老板，有好老板也有坏老板，对不对？乐观面对你给人生，对，还会有好同事。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如果有的家庭真的有这种比较迟缓的小孩，尽量突给到出来。互动，让人互动，就是让他们学习啦，只是比较慢一点，但是多花点时间，他们还是可以达成。对，就是我真还蛮恭维，但是我真是。你看伊我高嘞，拜托嘞。你什么都懂哎，你什么都知道。你很好啦，谁教你这些啊？好了，今天爸爸节，他们互相有什么话要对彼此表达的吗？好，陈哲先来，陈哲跟爸爸说的话。谢谢爸爸，这几年来的照顾，我爱你。好，我会越来越进步。好棒。未来的日子你自己要加油，有一天爸爸跟妈妈都会老，你要学习自主生活，自立自强。moment take， 好，加油，自己加油哦。好不好？你的状态好，你平安，你健康，爸爸妈妈就开心。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OK。好，谢谢两位安子 C 大家，谢谢，陈哲谢谢哈，谢谢瞎趴的陈哲，瞎趴，还日本买的裤子呢，对哦，大阪的Osaka买的，对，还Starbucks的衬衫呢，嘿哦，好了，沙来领战，以前沙有整，我们待会后堂的歌曲哦，好啦。破子端有多轻哦，嗓音啊，声锤都轻哦，真的。讲到唱歌这个东西，因为我是重质不重量，所以我偶尔去唱一次，你会发现好累。在
祈祷主恩加传承，爱搁祈祷丈夫加璀璨。哎呦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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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哈嘎。 做见证，向福的延传，万古流芳。见那小路路的光芒洒耀，舒适的智慧文化，天文地理，阿嘎土人，好嘿。万万梦想的土流国啊！ 通过基督出现给谁呀？通过基督出现给上你，给上你。人将这世界往来路，到我基督主恩给传承，爱过基督丈夫给璀璨。嘿呦嘿呦嘿呦嘿，嘿呦嘿呦嘿呦哈嘎。 吐的，我咪拖啊！哎呀，气势磅礴哎，气势真的。但庄老师最后跌倒是怎样？你是为什么跌倒？哦，他动作很大，那时候给他跳也啪，结果给。 他有客家被震撼到，对的，啊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看眼睛都变大了，你看，我都看到你的瞳孔了。好，参与欣赏。还有俩娘妹哎，真安呐，哎，没人会冲呢，也叫林真安呀，还是真安是艺名？哦，呀，Jane。 哦，Jane 哦，哎呦，还是取英文名啊，对啊，是叫反过了，就像哎，Gina， 哦 ，Gina， 就像哎 Daniel 有吗 ？Daniel， 对，一样的。我们就是 international， 国际化，哎呦。 哇，两位好，真安迄之前有来过嘛，有冇？董九，你必須嘛？董九以前，你必須嘛？表演哦，咩叫用土地爸爸叫我帶？土地爸爸，快點叫爸爸，快點，沒有，真的，他再過幾年你要土地哦。唔會，他欣賞很冬天哦。75歲了還可以唱歌，上過人按太管。 这个是真的没有人可以跟你比啊，谁能讲你比？会啦，哦，真的啦。除了罗哥之外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，哎，其實哎呀，他都冇辦法咧。我哋都冇辦法咧。前上面有74左右咧嘛，係嘛？74啦，77啦。哦，77啦，可以了，差唔多。可以了，差唔多啊。保養都當好。
做到青黑嗓啊。对啊，奇怪吼，周音乐跟演出做在保持多呢，连他女儿唱歌也是有传承他爸爸。对啊，也是很洪亮哎。哦，有训练的呀。哎，平常了条哈，从小有运动，按过哈，按多年哦，高学啊，日唱日空下，就那么气血循环咩？哦，日唱啊，每日唱啊，高考啊，高唱一天只敢咩操出一个运动啊，难怪，难怪真的呢，唱过呀，真的，我也没去搞吗？郑安也是自己教吗？从小耳濡目染，就耳濡目染，也是听爸爸唱，然后就是一直也是跟着学。所以唱你很会唱，那创作嘞？交给孩子去创作，因为我的孩子现在我都让他们学一些像音乐类的。哎呦，对。是啊，他给他传统的吗？传承阿公是啥？都有，因为孩子现在念书都是学一些像编曲啊、作词作曲啊，一些数位的。孩子这么大了，生意嘞，大学拉小提琴，哎呦，小提琴，哦，那不能太拉哦，我要拉多了，那个下巴会变长。很多嘢咧，从小开始学过了。我来开玩笑啦。哎，他小提琴，女生还是男生？男生。男生哦，那很帅哦。对。那也是要就是一个家学渊源呢。从小皮容都胎哦，他是音乐系就对了。哎，对。阿公有讲啊，爱学啦。爱学。生意的爱学啊。希望这一门传承下去这样子。对，哎，其实阿公啊。这个林老师，林欣赏，真的林欣赏。林老师真的在我们客家这个宫天哦，真的这个是有目共睹了。没错，真的跟你看每年创作出来的歌曲按多。佢創作出來歌曲有啲人嘅節目，所有嘅表演嘅場所，真的這個傳唱度非常的高。搞出來學生又多，深耕客家多年。你有沒有覺得你爸爸你會覺得我很驕傲？我爸爸是，然後會帶他去公園。你走在客家去公園，又要去公園。我們延續上禮拜的那個話題，就要去公園，就是要講，來同我講啊，巴吉利回來。有驕傲啦，有驕傲。對，小的時候跟着爸爸就是四處就是宣揚客家的文化，對，也是。佢從客家嘅亞哈貢，人家說那個是國歌吧，客家本色。啊，對呀。佢他去唱那個，我們是去唱童謠。哦，八公八婆嘅了係嘛？啊，其實你從細有被關入專輯嘛？因為嘉年圖哈，涂美紅老師哈。就是嚟腔口嚟潛藝，家下係完全唔曉得客家，完全冇險知啦。其中哪一隻嘅八公八婆哈？冇自己，因為人次看他本人唔會是唱啊哈，因為聲音完全唔會講啊。所以佢跳過嘅演唱就會見。哇哦，哎呦，演唱在此的童謠嘅演唱啲八公八婆，冇自己冇自我。冇自己冇自我，吃雜阿伯唱皮婆，吃雜阿伯唱皮婆，煮肉了唱羊頭，煮肉了唱羊頭，愛生你就生，唔生啊也無奈何，搶一色就蹦天咯，搶一色就蹦天咯，就啥無款度，轉去看。所以一條歌係涂美紅先生創作，佢創作。當時哈，民國76年㗎。76年，哇！啊，家那幫嚟家哈，生意有咗那邊是創啊啦，因為佢創過一張嘅專輯，嘅生意咧我講客啊，哈，基本上嘅我啷個了都偷錢啊，哈，用啊都唔啲，你話你講客，哦。佢講客唔本佢錢呀？係啦，你唔講客，都唔可以搬人。哇！家下人講呀。哎呦，哎，我應該用這種方式。真的哦。結果你的就是散盡家財，然後孩子客家話講得很好。還是很爛。哦，因為用嘅就是將你嘅調就出嚟，按用本嘅調好死咯。今年都76名，迄位涂美紅老師，我家下冇乜險知啦。好生意嚟會講客了哈，迄位叫做哪個客家本色幫嚟唱。哦。
噶哈跟烟台啊。哦，所以他算你的前辈。你冲客家個先，所以我真有以前衝唔爭搖機邊衝到客家本色，哎呀，然後咁搶人冇呢？哦，所以他先貢獻給客家，然後再換你貢獻呢。哎，給爸爸給樣子暗諷啊，衝很多國語。講真的，當然很驕傲啦。我爸爸是歌手，寫了那麼多，唱了那麼多膾炙人口的歌曲，對嗎？但會有不變的地方嗎？會嗎？會有。會，當一定也是會啊。聲也會啦。係啊，就會同學會講啊，比如說像我自己也是跟妹妹一起出童謠嘛，那學校也會放啊，放你們的歌，全校都愛聽。哦，小時候會覺得很糗，對，會覺得很尷尬。這樣有係嘛？係啊，啊童年嗎？咩哈冇童年呐？哦，就那邊就去演衝啊，對啊，有遺憾，但是也有驕傲。逼迫你上台賺錢啊！至少你有這個經驗。是沒有賺什麼錢呐？對，有這個經驗，別人還沒有嘞。是啊，現在想起真的是很有。講哦，客家歌講，那個味道用唱國語來賺錢嗬，為我事啦。客家國語之地啦。一唔可以人看見咩唱難度嘅。家下年台老啲下年台啦。那唱難度。家下年台咩動到發通啊？係啊。要發通，但是客家嗬。比之後啦，正然要嚇到啦。呢陣年每陣年都有，但是那個天氣都冇強。呢種年台呢，對客家歌嗬，可以講係邊緣化。啊，我講嘅係主要講，客家人看到客家歌，哎喲，客家人嗬，呢種年台最多就2000元、3000元啦。哦，了解嘛？哦，做一個哎，就平啦，一個平客家人，就說個便宜點樣嚟，冇人嚟嘛，對嘛？所以你講按多年嗬，唔敢搖槍真係。feel 拉唔出來啊！條慢啊，唔像龜咧。不，我重質不重量，對，是。我怕老師說出他背後的話。對，不是，有時候就是這個。我們為客家付出，可以在很多的場合去付出，很多面向付出。像主持聊的節目，你是對，你是朗演，我們也是付出了很多青春，也付出了很多的時間嘛。客家朋友來支持聊的節目，對，千歡喜也做啊，他家硬支持聊的節目，所以張宇聊的節目都有辦法，你繼續下去啊。對。根本係因為爸爸這個關係啊，可以聽到婦女合唱，父兄有冇辦法啊？會同對方講嘛？對，冇嘢先來好咧。真安先來，爸爸吼對客家嘅奉獻是長久的，因為色彩真的很堅持啊，很堅持。但是我們也很擔心他的身體的一個健康，70幾歲了還對很硬朗啊，可是哈那個身邊的一些大佬朋友哈，那個以前在搞過處理啊表演啊什麼的。好多都已經去當天使了，真的，其實我們看到哈，我就覺得爸爸你要身體要保重哦，會唱天吶，對，愛好好補充自己的身體，也要為自己着想。但是我們做做子女也好，也是還是會支持他，那也很感謝他，本人哋哈沒有好好的一個很好的歌喉啦，真的他供人以後供到咩以後啦，我很滿意啦，對，你有遺傳到好的部分，也是謝謝爸爸，謝謝爸爸。沒有，這個也是爸爸的熱情啊。對，就是他有這個興趣，然後他就是一直朝往這邊這個方向走，他也不會有這個熱忱，他就不會無聊啊，唔會漏啊，唱歌唔會漏啊，培養客家文化唔會漏啊。廣東話你有深度嘅發言。真的啊！上次你喺青島在電視機面前啊，你嘅觀眾朋友啊，在讀到唔到有60歲、70歲去嘅因為古老，古老係最大的致命傷。所以你聽到有一個事情有目標，嚇，黑幕你睇，佢到底係用個年紀限咗地去搞創，嚇，我定義，我聽過要做乜嘅，聽過後面那一版有那一版，嚇，那種感覺上，對，我沒有老這個字。就是活着就是要動，對嘛？活動做咩嚟？所以我讓我記到嘛，年年做運動，我讓我嗬，有限咗
做抽电做圆通。关键中台报纸都很厚，真的，真的，大家跟你多学习，嗓音啊，声锤都清吼，真的。你知道穿钱的时间都唔拉，我讲。没，如果跟没报用都清吼啊。这没有这个，你讲到唱歌这个东西，因为我是重质不重量，所以我偶尔去唱一次。那比如说在家里，我可能就没有唱啊。对啊。所以偶尔去唱一次，你会发现哦，好累。凭什么冇训练就唱？所以唱歌啊，你要当你唱。真的要训练的啦，要训练的啦，训练。双腿就厚厚表现呐，训练腿下的事情。真的。哇，今天多加呢，多加整完呢，难得。父女啊，同台演出，再次同台演出。好，希望明年父亲节。或是母亲节，对不对？母亲节妈妈一起来。妈妈也我一般都会啊，师母。那个是妈妈嘛？他旁边个咋嘞？杨妹啊，哇哦，好，谢谢安先生，多谢，谢谢，回座休息，节快乐。好嘞，沙雷係小廉琴，還有阿蟲，帶嚟後堂嘅歌曲阿蟲。阿蟲，你後生冇阿蟲誒。衝啊衝，衝西風，對山歌跳到天高。我有一次就是去游泳池游泳，對，那時候我的小孩子才6歲，對啊，我這邊游，然後游完我就靠着，然後有一個人就游過來，就說，你羅時豐，我說，對，你好，我說，你也來游泳，我說要陪小孩子來游的，他說啊。對啊，現在多陪他，以後長大他就不陪你了。真的好像當頭棒喝哎。衝啊衝！
穿西风，对山谷跳到天空。冲啊冲，穿西风，对山谷跳到天空。谢谢。哎呀，听爸爸好，听爸爸好。哎呀，阿聪妹，阿聪妹。阿聪，有冇哦？台妹啊，台妹哦，台妹上得很强啊。秘密情人，秘密情人，同床同学，夜校夜校同学，不用哦。哎呀，你不以为爸爸节特辑吗？对啊，还是儿子已经上节目太多次，跑错棚啊，跑错棚，还是今天也不是母亲节呀？对呀，哎呀。进来才发现好像哈姆臭哎，哈姆臭啊，发错通告还是你发老婆来，然后要歌颂一下，不会有第5胎了吧？没，记得你绑掉了吗？他4个小孩啊，是烧掉了，是耶，嘿啊，哦对哦，嘿啊，对啊，我靠，真的好厉害啊！他们是 Chill Boy， 你忘了 Chill Boys，Chill Brothers，Chill Brothers， 对啊，差异呢？认识多久了？结婚到现在多久？你年呢？你是年呢？都呀呀！结婚差不多有14年呢。12年加17年吗？不，认识22啦。哦，就到现在22年。好搞都认識，好搞，太好改書啫。學長學妹是不是？就交往，對，交往，然後一直到大學就被騙了，過了8年才結婚這樣子。對。這當中都沒有，大家沒有要發生什麼？就是沒有說，就是其他的伴侶啊，沒有分開過，嘿嘛，就一直用他，就初戀哦，一直到現在22年了，不好說，哎呦，那是你的初戀嗎？不好說，也不好說，我們不聊這，難怪感情做得好，他們很有默契。有事情不好講，一生一年，這也不簡單。你看已經過了2個7年之癢了。對啊，快3個7年之癢。很恭喜嘅，全部來誒。黑嘛 ，Kitty， 哇，這感情真的蠻堅真的。我每次看他 Kitty， 我都覺得好厲害哦。對啊，就看他們夫妻倆，我都覺得好厲害。還不用動強啊。是嘅來誒，幾位姐姐出來表演，黑嘛，不用特別厲害。所以就是聽得懂嗎？老婆，唐也是了。老婆偉大，老婆偉大。這個照顧小孩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第一擺攞條片啊，係啊，對療養嘅上擺係撈小組拍。有，係啊，每大概40來都可能聽下來啊。所以小孩都是他在照顧還是你在照顧？阿聰照顧，撫養啦，撫養哦，一起，聽下，一起照顧的機會比較多，這樣，幾率比較大。還是都是你比較多？你不是客氣話哈？不是哈，他真的有照顧哈。對啊，因為我們上次錄節目遇到的時候，他超開心。超開心。沒，出去錄影的時候，出去療養的時候，第一年就從冰料的感覺。開始開始上誰哦嘞？反正小孩只有第一天，後來就放飛了。我做嘛事情，唔知嘞。那今天4個小孩怎麼辦？啲教會都在教會，永遠照顧就出來。教會一條龍服務。那教友們這麼好啊？扶熊啊，扶熊啦。喺上面有聲音的啊，大家就是互相 support。反正丟去，然後又有東西可以吃，什麼都有，對。他們現在也不太跟我們了啊，給我們某天了。哦，真的哦。他也啦，至少。哦，那你們2個人機會相處的時間就更多啦。對啊，對啊，今天可以一起去這個約會一下。對啊。啊，再生一個。沒有，我剛就說燒掉了，燒掉，天，被他媽媽阻止了。巧，其實看得出來哦，兩位的個性都很好。他應該也是屬於一點好爸爸、好老公、好爸爸、好爸爸，超級好爸爸，真的超級哦 ，Super Daddy 型的 ，Super Daddy。哎呦，你老婆好会给情緒價值哦，對，滿滿的情緒價值。難怪他們2個同科系的這些同科系，對吧？你們2個同科系，就同班同科系，然後就是不同班，他是學長嘛，對，一看就知道他學長吧？是。等下 Super Daddy 怎麼說？ Super Daddy 就是我覺得他
是一个很全面的，他可以想很多，可以考虑的很周全，然后宝贝们也很听爸爸的话。哦，对，他会陪小孩子玩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他会陪小孩子玩，会啊，小孩会。他会训练大的去带老二，他们2个大的很有责任。然后跟小朋友一起看电视啊。一起看电视，我们也会啊，我们也会，对啊，看电视不是难事吧？对啊，我们一起会看电影啊，一起唱歌啊，手拍很动难的个，又虚建，又虚建，大家会穷哈。对，像我们有周末电影院，是应该挺好一家虚建哦，大家坐下来学拍来看片这样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难得呢。我不是有讲过嘛？我有一次就是在市区游泳池游泳，对，那时候我的小孩子才6岁而已，对啊。我这边游，然后游完我就靠着，然后有一个人就游过来，就说：“哎，你罗时丰？”我说：“哎，对，你好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也来游泳？”我说：“还要陪小孩子来游的。”他说：“啊，对啊，现在多陪他，以后长大他就不陪你了。”真的好像当头棒喝哎，你就觉得好像是这样哦，因为。有的比较大的，他已经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圈了，对啊，他根本不理解。你看他们现在就开始了，对啊，他喜欢跟教友在一起，不喜欢跟他们了。因为同期的嘛，同才嘛，现在是同才时期的。其实全部会透过叫阿妹来加赖呐，吼，加彼此加赖，因为他就又喊为都囝不好会搞。哦，是搞不又好啊哟。哦，啊，你们都不知道这样。透过阿妹啊，透过阿妹。哦，妈妈迪，我是秘书。哦，你是秘书这样子，安排男生宿舍的。对，妈妈，我想要约谁，你可以帮我约。哎呦，他们都会互相跟妈妈的要赖。哦，真的。哦。哇，还有这种功能，对不对？哇，妈妈真的很伟大。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手机啦，他们要透过你，所以他也知道，就是说，哪一些朋友教友对他比较好，或者什么之类，他就是。对，我们男女都有这样子啊。哦，正常交友这样子。对。2位22年了，真的人生21年，不简单，不容易啊。还共建了家庭。这么长时间，双方有没有做过比较感动的事情？有吗？应该不少吧？感动的事情应该不少。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？他是 Super Daddy 是那个 Super Husband 吗？也是啊，也是哦，应该说，我觉得感动，他都说我比较理性啊，所以我觉得感动的是可能让我感动，不是让我感动，应该是卡在他那边，没那么敏感。对，我觉得有一次就是不管说像之前疫情好了，我跟小的就是居家隔离，那他这时候就要负起。他又要那个叫饭，然后又要帮小孩处理一些事情。然后我身体不舒服嘛，他就跟小孩讲说：“你们就是小声一点，对，小声一点，妈妈在休息。”所以那时候也中枪，我们家中1/3，我中1/3， 6个2个啊。哦，对，我觉得那是让我比较感动，就是贴心的，你就是身体在不舒服的时候有这种贴心的话，你就觉得特别的温暖，这样。对。哦，就这样子让你好好休息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对，我觉得这妈妈没有快点好起来，爸爸要累死。所以比较容易满足啦。阿忠好棒。比较容易满足，所以他平常都没有这样子照顾你这样子。平常啊，就互相了。应该说那时候是身体比较不舒服、比较脆弱的时候。对啊，我那时候中枪的时候也是啊，我老婆一知道我中枪啊。真的，马上搬走，搬走，帮你上锁，就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。我就自己。亚美黑啊，某用啥凶哈？对，我就自己在房间，然后那个就是听到有人该不会为你开一个猫门这样吧？敲门没有敲门，我就这样打开，然后把东西这样端进来。然后那个走的已经都是那种哇，很难过。然后你门打开的时候还对喷那个酒精。对，对，外面还放一瓶，我里面还放一瓶，然后喷完以后啊，因为怕传出去嘛。黑了。那时候原本想，你男友又想哦，帮全家种好了，这样他就比较不会那么麻烦。不，但后来我们但我们感控做得很好。对，所以只有2个。对，是。没有，后来3天以后，我在房间自己待了3天。3天以后怎么我在那个电脑桌那一边，因为有隔了一扇墙，然后我就听到，怎么我老婆的声音？这不可能啊！怎么我老婆声音？爸爸，而且谁？他进来，不是他进来了，去房间上，我说你进来干嘛？赶快出去！我也中了。
没错。天哪！我说，我想跟做同林鸟嘞。对对，那我想他中了，那就一起中了吧，然后就睡在一起。结果后来发现我更严重，因为双重 double 啊。哦，对呀。隔山打牛打到他3天就好了，我9天以后昏迷，然后送去医院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OK， 哎呦。好了，今天让罗哥顺便抱怨。对。不，这个没有，夫妻本来就是互相照顾。其实我也很感谢我老婆啊。其实我的生活所有的打理都是我老婆在照顾，小孩也都是老婆在照顾。对啊。互相。但我也是一个好爸爸，我也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。为了家庭，我也是努力的付出啊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。是。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做男人的要有肩膀，对不对 ？Power。你是要过来跟我一起吗？他们自己画第一国，做男人。来。你们也提爸爸节，要用老婆的角度，你是要替孩子发声吗？对啊，我就觉得我今天是代表小朋友来讲话的，真的哦。对，好，你讲话很像小朋友啊，很可爱。我觉得。对谢谢他，就是我觉得不管是照顾家里也好，他要有面对一些问题，他其实都会自己扛，很辛苦，对，所以谢谢他对我们家里的照顾跟付出，很感谢他，爱你啊，跟娃娃音那样子讲起来，哇，你呢？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老婆讲？我去最近阿聪都辛苦啦，因为在大菜个男生宿舍地北度，那是用个偶像5月天又一条歌曲就按到，因为你所以我，因为你所以爱，因为你做阿妹所以爱做阿爸，哎呦，谢谢你这样子，这怎么有点浪漫？他都说我念错歌词了。好了，这还是间谍情深，好棒哦！也希望2位这个感情能够长长久久，好不好？永永远远哈。小孩子全家都阖家平安哈，健康长大这样子哈。是继续做时间管理大师，也不用这么忙了啦，按摩喊，对吗？多点时间跟阿聪相处。这首歌曲还是小孩教他唱的，真的哦，我都会唱了呢。冲啊冲啊冲！你们很快哎，天哪，太厉害了吧！好了，谢谢2位，谢谢安之飞，走家。好，下次有机会再来哈，再来，妈妈节再来。谢谢，回座休息。安之飞。好了，哇，今天特别节目哈，阿爸节咧听一些吧，想到爸爸妈妹啊，对吧？同阿爸冲哈冲过，对啊，然后像除了阿聪啊，大女儿是射箭，我想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啊，难得啦，没有人特别节目，他家长有办10多个啊，什么太几个啊？对，好，谢谢大家啦，谢谢安之飞啦，安之飞，好，按照看下一段精彩的节目内容，好来，看下来看哦。天空很强，山条很强。我来点评一下，梅银很满意，主聪明，水婷很满意，水婷嘿唢呐手，你好，阿个什么？是按这月姐啦，不是下面，可以啊，还下英文啦，下英文啦，来这。农业音樂會，哇！今日喺音樂會嘅嘉賓啊，嗬，係來自南部嘅一個非常厲害嘅樂團。曲風非常嘅特別咯，係用 EDM 哦，天字舞曲哦。佢哋創作天字舞曲，Electronic Dance Music。佢哋創作嘅歌曲還有。以前都係高中嘅本土嘅語言教材，真係假啊！真嘅，嗰時高中生都在學習佢哋嘅歌嘅，有厲害嘛？唔敢要，要傳承當到8年啦。唔敢要，可能有啊，可能有哈。感冒用試試，那個應該有進入那個高中教材，記得感冒用試試，是不是？好啦，而家先等佢唱歌啦，嚇，係啊，其實音樂真係非常非常嘅讚，非常特別嚇。等下好等放滿記，歡迎放音從樂團。天空的夢，我有想的，天有萬無講，愛做嘛嘅好。
睡不落，哪有体那片，将地在地板，错过一站一站，才已经到位。爱会下擦梦，天空安静，山条安静，出去行行啊。不是关机，爱比到天堂。风中高调的跳舞，向速度盛放。今晚爱爱，终于给到天空给梦。的梦想，想起来的梦，1800个继续，一年又一年，总迄件事情，想睡梦睡不落，夜光体那片，行年年来年望的路风，你就是落下，问候已经到位。爱会送希望，天空安静，山条安静，出去行行啊。不是关机，爱比到天堂。风中高调的跳舞，向速度散发。今晚爱，终于给到天空给梦。细上体爱，好起来，好起来，好哇！空虫水木嘞，系冇？音从屋台啊！欢迎，来，你好，罗哥好，罗哥好，好来，哎。来，我来点名一下。梅银喺蔓延，朱聪明，水田喺蔓延，水田喺唢呐手。你好，哎呦，啊个什么？是按这月姐啦，月姐，不是，你可以啊个，还下英文啦，哦，下英文啦，白。演外國進來啊！我難怪。外國進來啊！喺客家年啊，單日本嗬，係嘛？英國啦，跟你單英國人，我上到像日本人咯。上菜。他不能英日混血嘛？奇怪，英日客混血嘛？哎，歡迎，鳳音蟲個團。對，好特別的一個樂團了，真的太棒了。哎，南埔青有名呢。尤其喺做台灣你講到 EDM 嘅音樂啊，應該算係客家第一隻吧？客家第一張樂團 EDM 的音樂。唔該你講啦，係講。直接講就黑啦，唔講就黑啦。尊無年啊，你做啊，尊來做啲，尊來做聽聽啊，嘿，特別介紹一下類似。獨樹一格，獨一無二，知道咪？尤其喺南埔客，哦呦，真的。屏東嘅片呢？哇，係啊，真的，這個有個南，應該有一種客家界的南霸天的感覺。係啊，有沒有這種？有這種感覺嗎？我不敢這麼說，但是是啦。是啦，那天佢就講出來啦。南埔版有個羅文玉老師同林生祥老師。哦，係啦，還有陳雙老師，青樓台詞啦。講說 EDM 就 Andy 啦。對啦啊 ！EDM 他嘅介紹啊，你有乜很多 EDM 係啊。英國進人自家介紹啊，條話講嘅衝嘛，衝啊，種年紀以上。
，electronic dance music，都係天子跳舞嘅音樂，天子跳舞嘅音樂，因為本人跳舞嘅。哦，唐葉老師懂舒服，就會 chill 嗰種感覺。所以而家嘅音樂全部用天子做嘅出嚟。冇錯，大部分都係，啊，不過有解是把。像可能有一首這個故事，如果國樂啊，有管弦樂團，有其他東西講嘅啦。不過他們的本體應該就是合成器的音樂。也是有 live 的東西啊。哎呀，有啊，衝倆就黑啊。他是生成人那樣 AI 的人。AI 生成的，要聽懂。真實的你。因為嗩吶這個是嗩吶嘛，嗓音唐藝兒有點像單簧管還是有改造過啊？他是學雙簧管的。哦，真的哦。對。哦，真的有雙簧管的音色。不太算，但是它還是嗩吶，它叫中音加鍵嗩吶。還是它是換頭就好了？不行，不行，不一樣，是換身體就好。哦，換身體。哦，它是花錢就好了。哦，花錢就可以買了，英國邊冇便宜。所以這個是算是中西合併的一個嗩吶的可以這麼說嗎？哦，因為給它音色唐葉的同一般你糖豆給他的一個嗓音冇嘛可以用。有點像那個你剛剛講的 Kenny G 那種感覺。我剛剛句子就 Kenny G 就這樣子說出年紀。後來兩邊衝掉，衝掉嘅小兒就是揀樂團啊，還有新嘅母語嘅轉系啦，乜嘢嘅小團長嗎？又係嘅主唱。我哋而家總先係，我哋而家總先名錄很多紅蟲水母嘅。紅蟲水母。係，啊嘢概念錄係我哋民意。紅蟲做些人乜嘢紅蟲水母嘅呢？半夢半醒之間嗰種感覺。走在半夢半醒之間，我們越過時空相見。後來嘛，沒聽過。真的哈。對，看他們那個表，看那個表情，想說譚詠麟唱的。為什麼突然斷在這裡？半夢半醒。沒有共鳴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紅蟲水母年代不同。因為我哋都想要傳達講，也個係因為民意都係紅蟲，啊民意都係水母。故所我哋都想要傳達一種民意都係日復一日嘅感覺。啊唔過唔係日復一日嘅當中，唔會想要去尋到切價麼？我哋都想要傳達講，你都可以去探索世界。啊你探索世界過程，你會順順尋到切價。同牙齒架係耐來嘅，莫喊都不會死，日復一日還可以尋找到自己的。哎，跟某一天啊，青島周銀翁他們就是內在探索啊。張周在周銀翁嘛，我們要把小事放大，就說在做洶湧的事情沒黑暗有嘛。是嗎？係啊。哦，因為你現在比較，你現在比較閒一點，就是紅了嘛。紅了你就不要，就是不用那麼忙，所以你可以探索到你自己的世界。冇，我只是沒有那麼愛賺錢而已。哦，也沒有那麼多錢給我賺啊！我不像我哥。我還好，我忙得有品質。是。兩邊一直充電嘛，這也是一個自我探索啊。人生沉澱之後，你才會發現這樣的事情。這還真的。對啊，以前年輕的時候出來打拼，就是每天就是忙，就忙着賺錢，忙，真的不知道什麼嘅感覺洶湧。對啊，洶湧。哎呀，按不得，因為以前年輕。這個體力又好，你又捨不得睡覺，有沒有？哦，真的哦，跟你啦，就是晚上你就是一定要消耗到體力，消耗到殆盡，就是很多的娛樂都在晚上，對，還越夜越美麗，然後殆盡，然後第二天又一早的通告或者什麼，但你還是就可以就是繼續渾身是勁的繼續工作。但你到了一定年紀以後，你就會發現，哎，其實我這樣忙到底有什麼意思？為了什麼？對啊，為了讓身體更差。更壞還是怎麼樣，對不對？或者是一時貪快啊，然後一時貪歡啊，沒有空。唔夠了，還就會講你的眼神孤失啊。對。因為這樣一個發想，故時有兩種轉型的出現。哦，哎，這個專輯，哎，你看這個，現在哪有人專輯做這麼漂亮？哎，聽講哎，好有味道。而且它好像感覺很像讓人家收到一封信的感覺，也有一個祝賀卡的感覺，好有質感哦。還有一點不會對我們親戚粉呢。對啊，給修一下，哎。這還有一個蠟印，有沒有？就像以前貴族那種要封那個信封那個蠟印。對。但是還沒上也冇洶湧，哎，銅鑼哥就冇洶湧。哦，對，冇洶湧。對啊，東江呢？信封蠟印。也有美感，除了給到銀諾之外。哦，每個拿到都冇洶湧，所以你們就印2張而已。沒有啦，怎麼可能？5張。不會只上我們一個節目吧？係啊，青講青庸型嘅作品啊。哇，這個可以購買得到嗎？
可以。我会那片嘛，要先追踪你们的 IG， 追踪我们 IG 跟粉专，对不对？都有嘛，哈，就凤音重个团 ，IG 有喏嘛个，friend bar，friend bar， 哦 friend bar， 哦 FLAME，然后 BUG， 哦 friend bar。就是凤音从个英文就从都学到了一个，追踪起来就都在买豆给的实体专辑东江呢，很值得收藏。是，我觉得这个不只值得收藏，而且它这个整个表现的方式，你看融合这种中西合并这样，然后用这种电子音乐，用唐艺的其实轻有感好舒服哎，对啊，是很舒服，然后你们也长得很舒服，唐艺都乖乖的，长得舒服也是一个重点啊，人缘嘛，演员很重要啊，台缘很重要啊，对，你看很多人长得很漂亮哦，歌哦，或者是有的人唱歌唱得再好，但他就是在舞台上冇台演啊，冇台演就是唔会缝啊，所以你看，有的人长得很奇怪，但是他就有红的这种条件，对。公益哈，公益哈，公益吗？你比好，我差点以为你说我。懂水婷吗？对啊，水婷常常听邓颖霞，很可爱啊。你们同团还互相攻击怎么样？他一定常常被攻击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都要推到你身上。他这种就是女孩子很喜欢。对啊，你来到客家电视台吹一段客家歌啊。你不是有准备吗？对啊，有准备啊。哦，吹给我听的。来，同拿。可以到那边去吹。来。因为移这个跟走过去，好像走过来会比较好一点。对。你需要蹲低吗？不用。这就是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唢呐了哈。一般这种这个传统唢呐。对，这样孤立无援，我们救不了你了，你要让自己想办法。加油！哎呀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，你没有搭配舞步，这首歌要搭配舞步哎。生活安讲用这个唢呐吹还蛮好听的，真的。还不错。他还有准备吉娜姐的，对，吉娜姐也有。把灯关上来。我的妈！罗哥居然知道把灯关上，也太感人了吧！来。哎呦！就这样。你怎么都是一句而已啊？你那个旋律太新了，跟这个不搭。哦，真的哦。真的。不会啊。Simon 安讲比较搭一点。是也没错啦，但是很棒啊！刚才你恋爱 Pretty Disco 呢，那最近跟 Pretty Disco 上了一个字幕版本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哎呦，还有字幕版本？对啊。哎呦，我们收看率超低的。你这个学这个有多久的时间？你现在几岁啊？我其实才大4而已。你是本科生吗？我是青春的肉体。那你是学什么的？我是资工系的，资讯工程。资工也很特别。我还以为为什么这么特别？你要讲今天，我还以为子工系的。资讯工程系。资工系。那你学非所用啊？为什么？怎么会是？对啊，玩这。伊从小都提好的呀。亚颖不卡有做。是有家学渊源吗？对啊。是小学是音乐班，然后你就喷他嘞。对，我就是吹这个。你就吹唢呐。对，还有笛子。你也是住6队吗？不是，我是台中东势人。董西卡。所以董事给的较属于较文化的地方，所以学校我有搞一下这种东西。可能嘿吧，我们没有非常清楚。哎呦，毕竟我们离念小学、国中都好远了。对。有厉害的，有心呢。真的。TPP 都很亮闪，会好厉害。哎呀，谢谢。按自谁。好，来，再带来一首歌好不好？新的专辑里边都会歌曲。再来。再介绍一首好不好？好。你可以选哪一条歌？我首歌爱电梯新竹嘅啊。听你首歌曲吼，阿婆嘅老火风，唔过我哋有莫腔用嘅地方，等下再来笑。先来唱歌。旁边就懂有故事性，来，唱歌啦，阿婆嘅老火风。唔见家国的好梦，唔提奈了，爱提也比什么打拼。
是笑不是烦。阿婆的落雨风，又悄悄的天，又发发的无糖，还有的米是阿婆的落雨风，又香香的花，又清清的鼻痛，还有唔含爱的伤。爱上梦的波涌，爱空洞，点点的笑容，更加无地好梦，提来了，爱的也比啥梦代表，不是笑不是烦。是笑不是烦，更加过个好梦，提来了，爱的也比啥梦打拼，是笑不是烦，爱就比那黑暗来闪一闪，来的那比那多难。某朋友的口味哈，来，水婷我们往中间靠拢，然后中央我为准，好不好？哈，对，介绍一下一条歌嘅创作嘅故事嚟。係啊，做嘛很多阿婆嘅落雨風，因為唔係阿公嘅落雨風，因為阿公唔煮菜啊，阿婆煮菜，阿公都應該落雨風，睇。对啊，因为我全部就一定阿婆咯。因为我哋讲落雨卡，如果讲我跪去我阿婆屋卡，我跪去阿妈家，嗰時候人睇講我跪去我阿公屋卡。所以你看我們男生多可憐。因為阿婆會照顧兩條孫子孫女兩條啊，主要照顧。阿公就轉來啦，然後就是一模一樣。分天師、看包子，阿婆就會那樣都是妖魔啊，再會找魔啊，喲，照顧他起家，係冇，轉來了隻故事，阿婆落雨風的故事。因為我哋都想寫一首歌叫係紀念阿婆嘅，因為我哋故事嘛，我哋兩個人都係睇客家狀態嘛，狀態嚇，唔係客家狀，係，啊都係。係睇嗰種落雨卡路三合院、四合院嗰種，真係好有味道。嗰種我哋都想寫一首歌，叫係回憶同阿婆向下神發嘅故事。啊，唔過我哋要想講，誒，想到阿婆應該係該歡喜嘅啊。嗰種我哋都用我哋
比较擅长的 EDM 啦，对下亚术歌曲，本伊搁较轻快一些，搁欢喜，唔会想到阿婆哦应该子安呢，阿婆天奶啊，阿婆上演阿婆的时间。哎，有接到了啊！月姐有接到了啊！哎呀，因边有关系，是影嘛阿婆的歌诶，唔过要做得用较强强的节奏来做，系冇。我说上到阿婆的同伊讲吼，阿婆人家应该会送啊，过有钱人家的吧，啊歌啊过好诶，啊唔是笑硬硬都歌啊过好，就是起下好好。所以阿婆也冇错诶，系冇错诶。迄个含错诶把伊度说。错的话应该80人90的吧？哦，90，差不多2年纪了。所以俺爷个落货房含错嘛？万岁啊！万岁就是剩中间那个池塘。无糖，全无糖。旁边那插体鱼锅片的。鱼锅诶。哇，有没有清大送呢？其实俩哈可以了给发，还讲含有这种货风给发，都是文化财了，系冇？有啊，我哋目前的。佛风，系鲁版黑，那不过这佛风路很朴素啊，应该是没办法变文化财。哦，不过这个阿布卡给从西坡留下来啊，他100年后就变文化财。再放100年。那个老屋然后改建很有味道哎。对啊。对啊，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。哎，不用，那个不用赚钱。其实老屋就是花时间而已。整理啦。你去那个很多影片都可以去找老屋那种传统老屋改建，然后你只要花个不用很多钱，那只是要花时间，要花自己的那个。你搞不好做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，哎，又有音乐素材出来了，这样子，嘿冇吼。他拜带罗哥去请他来老屋改建。周代来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罗哥很喜欢啊。我们现在泥做跟土做。我们现在有一个万能工阿峰这个单元，就是我们可以，你有什么疑难杂症，有什么想要委任我去做的，我可以做得到的，我就去会做。所以缺钱也可以找你吗？缺钱就你可以找那个抖音有个冰冰哥跟 AJ 哥，你可以去找他。就说就是说阿峰叫我找你这样子。对，要不然你就去找社会局。对。对。哎，不过公司采访的情侣会给俩下盆的有冇空用乐器嘞？哎，俩没套的嘞。哎呦，是吗？这是箫吧？还是箫？这是笛子，中国笛。没套的。这是笛子啊？对。所以你现在又要吹谁曼讲了？也可以吹出来。要吗？你又要过来站了是不是？哎，不过做2种专辑，因为有 EDM，还有港语、青岛某空用乐器，歌唱底部度有什么很比较特别的地方？会很难吗？对啊，因为 EDM 其实自己在家里就是你一些想法，然后要怎么样加入这些真实的乐器。对啊。而且个提写的时间还感觉，像他个嘿，因为客家八音很代表的乐器嘛，以他人声音很突出，不说以嘎尼诺时间，你要是把它的频率让给那个乐器，不能相打。有时间他使用的技巧，我们要挑选过，像。太亮的音色、太长的音，你讲你那如果突然间电音冇按合，会刺耳，冇错。比如说像俺们用那些就大部分用比较短的旋律来用，比较节奏感的这种感觉，要做这样的融合。所以会录音的时候会有碰到一些什么状况或者什么？录音哦，对啊。录音最多状况的应该很难，有迄高速的，高速最甜好冇？会磨很久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记得印象最深，如果喺外地有专辑底部有一首歌曲，很多 Deja Vu 似曾相识。要说歌曲外地制作人吼，伊都出一支嘴，伊都讲要说歌曲那支吗？系，伊都讲月节。要说歌曲外上爱嗰度气音，嗰度假音。还没，我这么温驯，我说我想要气音多一点。气音多一点，那你就去找魏如萱就好了。冇钱啊。你连凤娘虫还找魏如萱？对啊。对，我也觉得从那个调那个混，因为那个用气音嘛，一直用气音。因为唔免关系冲狗的方式，有配唱制作人吗？有配唱制作吗？配唱都会一样，就会一样。没冇钱了，自家来哦，万事自己。所以他那天就唱得好吗？
你觉得？录了好几天，录了好几天。你说某吧？有3日的。有3日了。哦，就3日了。其实辛苦的做歌手是您懂辛苦呢。对啊，不是辛苦的事情都因为像我们唱歌是属于哇，对，就直来直往的，就是哇，整个就是一口气就冲出去。你要用气声唱，那个是要控制的。那前一次的161一在赢哦。张可是冲的时间，佢讲，你刚做的是得会酒。好像还不够，我平常俺不是够19去6年呢，给本来就讲好来啊，因为我觉得我喝酒可能会锁喉，结果他们就拿威士忌给我喝，我就马上灌，他说你也不要喝这么快，我想说给试试啊，给酒醉啊，他赶你嘛，有点微醺的时候来，结果就真的很快就完成了，哎呀，你不要同你熊妈呀。结果我会同你凶。俺没事一般的呀。自重人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喝个酒啊？可能会比较好。对，我就喝，就喝醉了。所以那天就浪费一天了。真的，更感冒嘞。那时候只有一杯啤酒的量而已啊！对啊，我刚出道的时候不喝酒的。现在一杯啤酒。但是后来进入这个演艺圈这个大有训练一轮，这个认识很多人之后，就开始你就要交际应酬，慢慢的，哎，这酒量是可以训练的。嘿呀。对。尤其迄堂家记得音乐 EDM 2种音乐，迄种表演的时间，下面又有，例如说摊商啊，可以喝一点小酒那种 chill 嗰种感觉，应该加油吧，嘿冇。你都一表演的时间。有啊，不过俺讲是啦，因为俺讲是的就会倒嗓，你比台下还醉这样。因为俺是就俺面会缝的你。俺没黑，对呀。俺你看起都唔好看。不会很少一讲。那更有味道，这个更有味道。哎，现场是不是要表演什么火舞的？还是冇啊？还是要表演什么？火舞没有啊，他们竟然准备火舞，我觉得刚刚那个音乐很适合啊。火舞是要大鹅那种踢踏舞嗰種吧。係啊，喺記得嘅音樂彈出嚟嗰本台詞，先會跳舞了。電子舞曲這種音樂，鬆鬆的這種感覺，不用強鬆的那種感覺。對。好了，那最後我們再來這個難得來這裡。但2首歌是不夠的，再帶一條歌好唔好？我介紹一條自家嘅歌。剛才哋錄了最後一首歌曲，很多七家嘅故事。七家嘅故事，轉到七家嘅神當紅。係啊。咁所以有個觀眾朋友未共用嗬，他搞指呀，安尼。高雄南埔田呐，係啊，南巴田呐。屏東嘅南巴田嘅樂團啊，好冇？係啊，樂團。係啊。美濃有啦，但是也係屏東嘅無共用，大家多多支持福音蟲樂團，好嘛？嚟彈最後一條歌，很多七家嘅故事嚟彈看啦。所有事情都有一点嘅意义，苏杭的、南投嘅，全部種下蘆葦歌戲。韓國的路，北上北下都有一個風景。天上的降落一個小雨，全部種下蘆葦歌戲。阿爹蘇杭沙表樹。等到嘅是過，唔管見半夜向愛的有，留下的默嘅悠漫印地，天空的向愛的有，偷偷的默嘅無影無地。一步行，愛點跳
七家的故事。七家的故事。 七家的故事，人生的所有事情都有一点嘅意义，舒服的、难过的，全部装下都会过去。看过的风景，有大有小，都有一点嘅勇气。 痛发的江山，荡的匆忙，全部装下都会过去。阿天树风，沙冰树，点到嘅分明海。天空以后爱的有，做到的马嘅。 你好爱的you， 看到的物嘅，无言无语。爱的一步一步行，爱的天的水来流，爱的山盟下七家的故事。 七家的故事，我的故事。我觉得你最忙，可以吗？来，水田都当拢来。我希望来满意我来满意嘿啊嘿。对啊，亲后上个体力较好啦。哦，对啊，训练一下嘛，大四而已。对啊，龟斗鸡家财丰厚嘛。是。很多支项要用哪支就用哪支。能者多劳，能者多劳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介绍一下刚刚那一首歌的故事。好，七家的故事艺术歌曲吼，迄用他中国国乐，屯管弦乐哦。 嘿，还有天子，俺们最重要天子音哦，嘿，因为俺们想要传达，中西合并都差不多，俺们想要传达讲吼，我们之前都常听到说，迄人生的胜利组，嗰种马给路赢在起跑点，他们讲俺们想要传大家讲吼，唔管迄万人，都系七家的主角，人生的故事，都七家系主角嘛，七家写七家的故事，七家写。 经过每一件事情，都唔会拍浪费，都系睇想七家的历史，历史累积起来都变七家，创建自己的回忆，还有旅途风景，故说每件人都可以胜利，七家人生的胜利者。哦，就是这个不要怨天尤人啦，要知足常乐就错个啦。 安尼意思。七家冲走啦，七家冲走，七家冲走，七家人生。其实我们新兵啊，其实像头下个听一条歌诶，头下冇给小到嘛，哈可以新主当演突有个比赛，新曲奖个比赛个听一秒。哦，其实专辑里边都含有苏柳同何云娜，每年请你好有创作歌数，听下合作在台湾演唱音乐台奖里边得到第3名的歌诶。哇，对不对？这个全部就是这个。鼓手台家得到了支持一下，优秀的创作。 真的哦，这个真的很厉害。我觉得我安尼客家音乐跟不管歌手也好，还有创作人也好，还有乐团也好，其实真的唔会输其他族群的朋友的嗰度乐团。反过来讲，我们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做的发挥啊，因为流行音乐还有流行音乐工业式的做法。 对，会卖钱的，你唔是按卖钱。对啊，没啦，卖钱的今后啦，不过有钱都会冲一周的咖喱底部。但是我们除了做客家音乐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有
更广的这个方向可以去走。创作上的那个维度可以更高、更高。哦，你等前一层的去南美洲搞。冇啦，一个人呢 ？No， 你去搞？去南美洲啦。哦，同样朋友哦。哎呦，那还自助去南美洲搞。自助南美洲那一片。阿根廷。印加帝国。印加帝国。真的假？秘鲁啊，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有冇？哦，真的，迄个地方，因为我想要去嗰边。嗰時如果想去看古這種馬丘比丘嗰種世界遺跡咁樣，你是老高粉對不對了？沒有。可能有冇可以刺激音樂的想法？像個 Deja Vu 會去埃及古老的世界，也是自由行嗎？也是自由行。但是去到馬丘比丘印加帝國，看到個真正的那個古蹟在眼前，給我們感覺很特別嘛。你沒有高山症嗎？應該冇哩，台灣爬玉山時間路就沒有發生。哎呦，你爬過玉山啊？3000多公尺，3900多。冇高山症，啊，唔過伊偶下巴。啊，偶下巴，拉肚子哦。所以馬丘比丘下有一叢草是你養的，就對，你可以認養的意思。很多那個他們的天竺鼠很愛吃。沒有啦，亂講。有冇 TPA 離行的經驗呢？這個片，因為蠻少人去的啊，這片。你看到個馬丘比丘時節，你上個教科書個圖片，安尼上紅起來，喺面前，安尼就，你會講啊，很震撼呐。嘆為觀止。我相信。那有文化上差異的體驗嗎？文化當紅，吃的東西啊，要嘛該。一陣真景會試個天竺鼠車，還有羊駝。羊駝，哦。你感覺可愛的，它都會吃。哦，真的哦。就是他們那邊青豆就抽了呀。青豆啦，有你不會吃安呢。就是連天竺鼠他們都拿來吃啊。有什麼？有啊。真的，而且它上來都是一整隻沒有切的那種，跟特賣哎呦 ，Oh my God！ 反正能動的動物，它們都吃，就對。就是他們把它視為蛋白質這樣子，視為可以吃的食物。哎呦，這太恐怖了。它後生嘛？還好。還好，給你不好吃。畢竟他先讓你看臉了，你有感情了這樣子。你講某塊面孔的他好吃。就像我有一次去台南那個玉井，玉井，然後就是吃一些山產，然後好像做出來就有點像那種三杯雞這樣子。打開哇，好香哦，然後就吃到一半以後，他們說這是什麼你知道嗎？這個雞肉啊，好，這個雞肉怎麼這麼嫩啊？我靠，原來是那種天鼠。田鼠，真好吃。田鼠，真的哦，吃一半才告訴你哦。對啊，不過真的好吃。後來翻一翻，它頭還在。我跟你講，冇辦法，山大荒我們剛亂吃，我去山上應該會吃素。吃素。那接下來你們還有沒有什麼？其他發通嗎？最近有沒有什麼？最近冇乜個。就是宣傳自家嘅專輯就出嚟啊，從點樣宣傳自家嘅新專輯，風蟲嚟水母係嘛？鳳音蟲嘅 T 種嘛，咁係 T 種嘅母語專輯。哦 ，T 種也要旗開得勝了啊！對啊，以後就會接續一直來啊，就會有很多張。豆豆本太家糖豆啦，太家就地豆。發揚我們客家的。EDM 的音樂，好吧，好，走出自己的特色，好不好？鳳音蟲樂團講恭喜，今日非常歡喜哈，有請到佢啊，就哎呀，感謝就大家看咱的節目啦，什麼大家？哎呀，多謝你啊，對喎，鳳音蟲樂團，多問大家談哦，係啊，多謝今日就羅哥咧，係啊，多謝，謝謝，好，好來，好。謝謝啦，好聰嘅朋友夾喺度報名啊！其實打電話落去096667人，等大家打電話，你睇咩唔記得？不是，我剛剛就想要做結語的，我想小康老師沒有聽到我講，他還想叫你講沒報電話，還沒報電話，他竟然都直接播天發，你看連小康老師都知道。電話報了啊！報了啊！謝謝大家的收看啦，什麼大家？謝謝。永義鳳音蟲樂團，風蟲的水母多多支持我們是團龍女僕哦，什麼大家？什麼小康老師還有羅志平上安之聲，辛苦嘞！還有什麼李天聰的公眾也辛苦嘞，安之聲，多多支持鳳音蟲樂團，風蟲的水母。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天都準時收看呢。老年到旅會，老年共下來，再見。